2026年6月初嗰陣，資本市場俾一單靜雞雞緊神操作嚇得飆冷汗。從一個擁有45億大象身家咁的女人，喺短短5次交易入面，用一種近乎斬釘截鐵咁的姿勢，將自己喺美股手上最後嗰張牌打到乾乾淨淨。聯交所嗰個申報系統入面係留低正5行動兵咁數字，由5月28號到6月3號。佢每日都咁準咁割肉，雷厲風行咁掟走咗306.6萬股美高梅國際股票，1.4億美金，折合埋就係10.9億港紙，賬面徹底清零，反常到極點哀靜默，一瞬間就引爆咗市場哀恐慌情緒。美高梅中國港股應聲暴跌，盤中跌幅一度超過5%，班散戶直情嚇到呆晒。周圍都係小道消息同陰謀論，佢係咪諗住徹底收檔？係咪連大姐大都對博彩澳門業感嘆前景死咗心？定係話大風暴就快殺到了，而只面對係提早收風，收到內幕消息，唔喺表面。只要將目光移向返去前1-2個月，將2026年呢半年錦來資本暗湧拼埋一齊睇，你發現呢單嘢根本唔係一次慌失落再走佬，於是就會進行謀劃而後動，極之悠悠退撤。向翻前查幾個月，我哋將2026年呢半年咁來龍去脈一整條攤開嚟睇下。3月31號，佢先至親自入稟香港高等法院，對付一個持續騷擾咗佢整整12個月嘅女人，申請禁制令，要求對方唔可以行近自己同埋旗下公司30米範圍。4月12號，佢三妹何超草因為全身癌症擴散，喺香港病逝，享年60歲，終身未嫁，無子嗣，走得悄無聲息。5月17號，追思會喺灣仔君悅酒店舉行，賭王4房難得聚喺同一個靈堂入面。何超瓊一身黑色西裝頂住全場，而佢細妹何超儀就撐住拐杖出場，眼眶紅晒。3件事，表面上係3條大纜都扯唔埋嘅新聞，其實係同一個人喺同一段時間入面肯落嚟嘅3個重擊。喺香港商界打滾咗幾十年的老江湖都知道一件事，豪門的女主人從嚟都唔會無緣無故喺咁短時間入面同時打響3條戰線，一定係有啲嘢逼住佢要喐。將呢3件事連埋一齊讀，先至睇得出佢真正喺度應付緊啲咩，防緊啲咩，守緊啲咩。要真正讀懂呢3件事，首先要搞清楚何超瓊企喺個咩位。何鴻燊呢個名字喺澳門博彩史上幾乎就等同於成個時代。佢一手打造嘅賭業帝國最風光嘅時期，橫跨博彩、酒店、航運、地產，觸角伸到港澳兩地，旗下產業估值根本好難計得準。佢有4房妻妾，子女有17個，各房之間明裏暗裏，從來都冇真正太平過。呢種家族接班從來都係最難嘅一步，唔係因為無人想接，而係因為想接嘅人太多，而且個個都有自己嘅如意算盤。何超瓊係2房太太，藍瓊英所生嘅大女，賭王大女入面公認最精明能幹，亦都最早被欽點嘅一個。佢1995年正式入信德集團，從最根基嘅運營職位做起，經歷咗20多年，將信德集團嘅每一條業務線都摸到熟晒。2017年正式出任行政主席兼董事總經理。美高梅中國嗰一瓣係佢2005年親自談妥嘅合資項目，由無到有。2011年帶住佢喺香港上市，算係佢個人商業生涯入面最標誌性嘅一手棋。賭王2020年過身之後，佢接過手嘅唔單止係一個公司職位，而係成個家族對外嘅嗰塊面、嗰把鎖。呢個位有幾孤單，外人真係好難感受得到。信德集團市值幾十億港幣，美高梅中國市值又有另一數，仲有鳳凰衛視嘅少數股東權益，再加埋澳門賭牌、跨境船運、香港地產一連串資產，單係搞掂呢些嘢嘅日常運轉，就已經是全年無憂嘅擔子。同時間，佢仲要維持家族內部唔同房頭之間的微妙平衡。
對外又要 keep 住港澳商界女領袖的公眾形象。作為全國政協常委，參與政治層面的工作，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去北京出謀獻策，每一件事單單拎出嚟都唔係輕鬆嘅差事。而2026年上半年呢些嘢都未鬆過落嚟，嗰3道新嘅重擊就接二連三咁轟落嚟，反常嘅高遠物件。先講3月31號嗰張禁制令狀紙，呢件係所有事情入面最反常嘅一件。何超瓊喺公眾眼入面嘅形象向來都係端莊穩重㗎。佢接班老豆何鴻燊執掌信德集團同美高梅中國，2017年起正式出任信德集團行政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咁多年嚟主持過幾多次重大收購、資產重組同埋跨境談判，邊一次唔係着住全套老西，神情淡定咁行入去，再不動聲色咁行返出嚟。賭王離世之後，家族內部幾多風波，靈堂有私生女搞事，遺產分配爭議，家族成員喺媒體隔空開火，佢從來都唔會被扯入去，始終維持住港澳女商界領袖嘅形象。呢種人主動行入高等法院起訴一個女人騷擾自己，自曝被持續威脅長達1年，呢件事本身就非常值得玩味。根據入稟狀嘅內容，被告陳鵬瑜喺2015年至2018年期間，喺建銀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做過企業融資顧問代表、證券顧問持牌代表同埋證券交易代表，手握正規嘅香港證監會執業資質，係真真正正喺投行圈子裏面浸過水嘅人，識規矩，亦都知道條界喺邊。2018年佢因為合規問題被證監會正式除牌，打後就淡出主流金融圈。現時住喺荃灣柏傲灣，對外無公開嘅穩定職業記錄。何超瓊喺入稟狀入面控告陳鵬瑜，自2025年3月起持續對佢作出騷擾同埋恐嚇等行為，喺辦公室外面死守蹲點，寄出大批信件同信息，用電話反反复复聯絡，仲喺社交平台上散播誹謗同埋貶損嘅言論。佢要求法庭頒令禁制陳鵬瑜直接或者間接接觸佢本人，嚴禁靠近美高梅、中國同埋信德集團辦公室30米範圍，同時間追討損害賠償。4月17號，高等法院暫委法官廖文健批准咗臨時禁制令申請。外界睇到呢條新聞，第一個問號就係一個身家千億、全香港最頂級私人保鏢團隊圍住佢轉嘅人，點解會被一個人騷擾，足足1年都搞唔掂？按常理講，呢個級別嘅人物遇到騷擾，私底下融通下都解決到大半，再唔係發封律師信，對方只要仲有一絲理智，都應該知難而退。但何超瓊行晒所有可行嘅步驟，律師信、內部融通、一而再、再而三嘅警告，整整12個月先至走到上法庭呢一步。呢點說明陳鵬瑜一係偏執到某個界線，一係手上面有某些籌碼，令佢覺得有資本繼續糾纏。坊間的估量將呢兩個方向都講到爛。有人話陳鵬瑜2018年被除牌之後心理唔平衡，將精力轉投向一種好難解釋嘅執念，盯死頂級富豪嚟做某種心理宣洩出口。亦有人話背後藏住未穿煲嘅舊仇，可能係某個項目嘅糾紛，某筆無過名路嘅金融往來，更加有人指向更深層嘅商業博弈邏輯。何超瓊掌管嘅美高梅、中國同埋信德集團，牽涉到澳門博彩牌照、香港地產、跨境資本流動等多條利益鏈。喺家族權力交接嘅敏感時期，借住一個人的名義持續施壓，並唔係冇發生過。真相目前無辦法證實，案件仲未排期開審，陳鵬瑜嗰邊亦都冇任何公開回應。但有一件事係肯定嘅，何超瓊忍咗12個月，用嘅係豪門掌舵人嘅克制，而唔係原諒。佢喺度等一個時機，等自己手上嘅證據同埋法律根據足夠紮實，再一拳打出去，等對方無任何翻盤嘅空間。何超瓊選擇呢種方法，將事情擺上台面，用公開嘅法律程序，而唔係私下了斷，本身就係一種態度。佢喺度話俾所有盯住呢件事嘅人聽，我唔係忍氣吞聲，我係用最有效嘅方法劃清界線。
臨時禁制令批咗落嚟之後，嗰段日子法律層面佢贏咗一仗，對方的行動空間被壓縮到喺30米線開外。但贏官司嘅當下，他面對嘅仲有另一件事，一件比騷擾更加沉重、更加難開口嘅事。四房同框背後的豪門哀歌同埋權力洗牌。4月12號，三妹何超草喺香港過身，消息爆出嚟嘅時候，外界的第一反應係乳腺癌。但5月17號，追思會喺灣仔君悅酒店舉行，賓客散場之後，細妹何超儀面對記者講咗一句令到在場所有人腦殼都空白咗幾秒嘅話，佢全身都係癌，偏偏就無乳癌，全身多發性擴散，已經累及多個器官，具體的癌症類型。家族無對外透露。何超儀話屋企人知道真相嘅時候，全部人都呆晒，到依家都好難接受。何超宇呢個名字喺外界嘅印象入面，其實相當模糊。佢冇咩花邊新聞，冇上過咩娛樂頭條，亦都冇過任何高調嘅商業手筆。但佢喺信德集團足足紮根咗30年，1996年入職，2001年起擔任執行董事，一直在家族企業的幕後默默耕耘，撐住運轉。同時間投身大量社會公益，東華三院主席、童子經星章、太平紳士，每一個名銜背後都係實打實做出來嘅，而唔係靠屋企嘅光環掛名。佢喺信德內部嘅角色，更加接近一個深度運營者，而唔係對外衝鋒陷陣嘅嗰種商界強人。何超瓊負責見大眾同埋資本市場嗰一面，何超瓊就在後面將集團內部嘅實際業務穩住。一家咁龐大嘅家族企業可以長期平穩行車，台前嗰張臉固然緊要，但台後嗰個真正將啲嘢做妥嘅人，往往先至係最難被取代嘅。何超草仲有另外一面，係佢喺慈善同公益領域留低嘅腳印。佢做過遼寧省第13屆政協常務委員，喺香港遼寧社團總會入面係會長，長期參與跨地區嘅教育、醫療同扶貧工作。呢些嘢佢做得好靜，從來冇主動拿嚟幫自己做宣傳。但嗰個圈子入面嘅人，大家都知佢個名代表緊啲咩？終身未嫁、無子事呢兩件事擺埋一齊，喺何家呢種格局入面，其實有更加深嘅分量。佢將人生最多嘅精力俾咗嗰個家族企業同埋呢些公益項目，而唔係自己嘅小家庭。佢嘅訃告入面既無配偶姓名，亦都無子女資料，只有一長串職務頭銜同埋他以前貢獻過嘅嗰些地方嘅名。60歲走咗，好多人喺呢個年紀先至啱啱開始享福。佢生前交遊廣闊，追思會嘅陣仗足以證明呢一點。朝早9點剛過，霍震霆就一馬當先到場，緊隨其後係霍啟剛同郭晶晶兩夫婦，兩個人都神情嚴肅。一向低調嘅李澤楷都到咗，楊紫瓊夫婦出席。長駐內地的雷軍特登飛返香港。楊千嬅係何超妥最老友嘅閨蜜之一，呢一次由追思會嘅籌備階段就全程參與，安安靜靜送好友最後一程。企埋一邊的時候，神情一直都繃得緊。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葉劉淑儀、梁美芬、鄭雙瑜3屆嘅面孔，將靈堂出面條馬路都塞到水泄不通，豪車一輛接一輛。但靈堂入面最吸睛嘅係賭王4房的罕見銅框。大姐何超瓊最早到，一身黑色老西，全程負責接待打點。每一個賓客到場，佢都在場拱手道謝，體面維持得無可挑剔，悲傷深藏喺禮數背後。細佬何猷龍一早就到咗，幫忙打理儀式嘅流程關鍵。四太梁安琪帶住親生仔何猷亨同行，何猷君拉住係夢瑤嘅手入場，難掩哀傷。何超瑩同老公辛奇龍帶住個女一同現身，呢個亦都係何超瑩一家3口極少公開同框嘅一次。三房陳婉珍喺女何超蓮嘅陪伴下，慢慢步入靈堂。一場追思會，4房全員到齊，呢個畫面喺何家嘅歷史上極其罕見。但嗰日喺現場嘅人，最讓人刻骨銘心嘅係何超儀，佢撐住拐杖，步履蹣跚，眼眶由大朝早開始就係腫嘅，一整日都冇真正收得住啲眼淚。
佢同何超楚感情最深，兩個人以前喺外國相依為命多年，係真正嘅姊妹情誼，唔係豪門入面嗰種維持表面客套嘅和氣。佢向媒體回憶三者嘅細膩，總是記得屋企每個人的中意啲咩，對公益又投入咗咁多心力，然後哽咽住講咗嗰句打後被廣泛轉發嘅話，可能未嚟嘅世界已經唔適合咁善良嘅人生存，上天才提早帶走佢。講完佢心情向芒姐喊話，希望下世仲可以做姊妹，隔離幾個人都忍不住流淚。現場有記者影低咗嗰一刻嘅相，灰白嘅靈堂光線，何超儀嘅側臉，拐杖靠喺手邊，眼淚喺眼眶入面打轉。呢張相後來變成嗰段日子港媒轉發次數最多嘅一張。你將鏡頭由何超儀身上拉遠，重新掃一輪嗰個靈堂。二房4個仔女，大姐何超瓊離婚無子，一個人扛住成個商業帝國；二姐何超鳳離婚多年，兩個女獨力支撐；三姐何超儀就瞓喺紫白花海背後，終身未嫁，無子嗣，60歲走咗。小妹何超儀撐住拐杖，腳步蹣跚。4個女人，每一個都帶住各自嘅缺口。呢度邊度係外人想象中嘅豪門生活，華服出入，呼風喚雨。呢個係4個人用各自嘅健康、各自嘅情感代價、各自嘅孤獨，硬頂住一個家族走到今日。出面嗰些人喺社交平台上睇住賭王仔女嘅新聞，講嘅通常都係潑天的富貴，條命好，生喺何家。但你貼近啲睇，何超瓊離婚，無子女，60出頭，一個人打理2間上市公司的攤子，同時間要對外維持豪門女主人的體面。何超鳳都係離婚，靠住2個女填補自己的情感世界。咁多年嚟，將精力全部死壓喺協助大姐打理家族資產上。何超楚將30年俾咗信德集團，將剩返嘅精力俾咗嗰些慈善項目。自己最後一面連句話都嚟唔切講就走咗。何超儀當初出走豪門去當演員，攞過金像獎，活出自己想要嘅樣。但嗰日佢撐住拐杖企喺度，拐杖靠喺手邊，無人可以假裝睇唔到。何鴻燊用一世建起咗一個帝國，然後把它留俾呢幾個女去守。帝國仲喺度，但守成嘅人一個一個喺度俾緊代價。外界津津樂道嘅係何家嘅財富數字，但財富從來唔會憑空守得住，係有人喺度持續用第二啲嘢換返嚟嘅。何超瓊企喺靈堂口接待一波又一波嘅賓客。佢嘅神情始終係嗰種內斂而定力十足嘅豪門掌舵人嘅嗰種穩，唔係因為佢唔痛，只因為呢個時刻唔到佢崩潰。三妹走咗，二房的底子薄咗一層，佢對家族的責任，對弟妹的兜底，每減少一個人，他肩上的分量就加重1分。最新資本變局，清倉套現背後的暗潮，追思會結束打後10日，佢嘅賬戶入面出現咗第一筆買單。5月28號，何超瓊開始清倉，5個交易日5筆賣出，每一筆都精準，每一筆都悄無聲息，直到6月3號最後一股清晒，先至由公開申報記錄入面浮上面，被市場察覺。但好多人唔知嘅係呢一日嘅來臨，他其實等咗7年。由2019年開始，何超瓊就在逐步減持美高梅國際 MGMUX 的個人持股。7年時間累計操作32次，持股比例由最初嘅大概3.13%，一點一點向下走。中間2024年至2025年短暫嗌停，2025年12月又出手減持咗一批，然後喺2026年5月底到6月初，用呢最後5筆乾淨利落地畫上句號。7年32次，累計 TX 約莫53.25億港幣。最後呢一輪貢獻咗10.9億，呢個數字背後是一場精密計算過時間和節奏嘅系統性退出，而唔係任何意義上嘅心慌走佬。呢次清倉之所以引發市場嘅恐慌，仲有一個時機因素，就在何超瓊動手嘅嗰幾天，美國旅遊平台 Expedia 集團主席巴里迪勒旗下的媒體公司 People Incorporated 宣布以每股48.3美金，日價約10.6%收購美高梅國際額外24.1%嘅股份，借此取得控股權。
消息刺激美高梅國際，股價當日飆升超過15%，盤中一度觸及51.59美金，市值暴升到大概180億美金。何超瓊後3筆出貨，咁啱得咁巧，就落喺呢一段股價高峰上面，喺最高位賣晒，一股都無剩，人就閃開。呢個節奏令好多人諗起一句話：真正嘅頂級操盤手從來唔會等到最後一個銅板，但永遠可以在次高位之前離場。散戶睇到呢度，跟住一齊慌，以為佢想清盤。但如果你真係了解何超瓊的資產結構，就會知道佢賣嘅嗰部分從來都唔係核心。美高梅國際係香港上市公司，美高梅中國嘅母公司，持有美高梅中國大概55.95%股份。何超瓊喺美高梅國際嘅嗰3.13%是母公司的邊緣小股份。隨着 People Incorporated 入主，攞到控股權，呢個位置嘅話語權只會越來越弱。一個精明嘅生意人喺自己對一間公司嘅影響力即將被攤薄到接近0嘅時候，將嗰塊倉位 TX 是再正常不過嘅判斷。而他真正嘅底牌喐都冇喐過港股，美高梅中國22.49%的核心持股，穩穩陣陣嘅董事長兼聯席主席職位。澳門賭牌持牌公司美高梅金電超豪15%嘅股權，全部原封不動。澳門嗰塊係佢親手起出嚟嘅。2005年，佢以個人名義同美高梅國際酒店集團合資，成立美高梅超豪金電。2011年，以美高梅中國名義喺港上市。呢個係佢20年心血嘅核心版圖。無論出面盛行咩風向，呢度係他最唔會放手嘅地方。所以嗰5%嘅股價跌幅是市場誤讀打後嘅短暫震盪，唔係信號。真正嘅信號是嗰10.9億港幣現金去咗邊度？按照何超瓊近年來喺公開場合嘅表態，佢嘅商業重心正在向大灣區同埋海南聚攏。博鰲亞洲論壇上，佢多次明確表達華商的下一輪機遇喺海南自貿港同埋大灣區文旅消費擴容。信德集團喺內地的資產佈局呢幾年亦都一直在悄悄做調整，將海外嗰塊浮動資產 TX 將現金流扯返本土，支撐核心項目嘅前行。呢條是一條清晰嘅戰略邏輯。但係如果你將呢筆錢擺回2026年上半年嘅嗰個具體處境入面，禁制令啱啱批落嚟，三妹啱啱走，細妹健康着紅燈，家族嘅傷病狀態比外界想象嘅仲要嚴峻。嗰10.9億港幣的意義就不單止是一個商業決策，信託基金嘅充實是何超瓊對弟妹最實際嘅保障方式。無論何超儀嘅健康狀況行去邊個方向，無論家族成員嘅生活發生任何變化，底下有足夠嘅現金墊底，先至算真正嘅兜得住。呢個是一個大姐，一個家族掌舵人，在連續失去成員之後，可以幫留低嘅人做嘅最具體嘅事。另一層是他對家族內部博弈格局嘅精準收緊。賭王家族4房之間嘅資產分佈，歷來是外界揣測不斷嘅話題。何超瓊將美國嗰塊倉位清零，徹底斬斷咗自己喺海外持倉上嘅被動暴露，亦都令嗰些試圖通過海外資產平台尋找套利空間嘅可能性，失去了一個可以借力嘅支點。錢收返嚟，棋盤就簡化咗，可以在上面做文章嘅變量就變少。呢種將資產由外圍向核心收縮嘅動作，喺華商大佬入面有一個出名嘅參照物李嘉誠。2026年，李嘉誠將早年喺英國低位抄底嘅電網同埋電信資產高位清倉，累計 TX 超過2000億港幣。市場當時同樣一片猜測，佢係咪想走？係咪對英國無晒信心？事後復盤，答案好簡單，佢完成咗一次長達10幾年的佈局退出，喺次高位離場，將利潤鎖定，然後將重心重新擺回佢真正可以掌控嘅地方。何超瓊呢次嘅邏輯同李嘉誠如出一轍，賣掉嘅是一塊自己越來越無話語權嘅海外邊緣資產，
守住嘅是澳門同香港嗰兩塊他親手建起來真正話到事嘅核心盤。有財經分析人士咁樣形容佢嘅操作風格，佢從來唔會追最後一波漲幅，但永遠可以在價格仍然靚仔嘅時候決定離席。呢種判斷力唔係靠運氣，是靠長期對資產本質價值嘅清醒認識累積出來嘅。何超瓊呢個人有一個幾乎喺佢所有商業動作入面都可以睇到嘅一致性。佢從來唔會做臨急抱佛腳嘅事。當初接手老豆嘅班，唔係因為賭王突然間指定，而係他由1995年入信德集團起，用20多年嘅時間，將每一個位都坐到紮紮實實，先至輪到2017年正式接任行政主席。美高梅中國由2005年合資成立到2011年上市，每一步都係佢親手鋪出嚟㗎。呢次清倉是7年32次操作嘅收官，時機踩喺人哋日價收購嘅高位上，亦都只係因為他等得足夠耐，等最好嘅時機自己跑出嚟。香港有一類老一輩生意人，講究嘅是不到山窮水盡唔翻臉，不到時機成熟唔出手。何鴻燊當年喺澳門博彩業獨大數10年，靠嘅就係呢種定力。何超瓊將呢一點學到足，甚至喺某種程度上將呢種定力用喺更加複雜嘅處境入面。同時間喺法律、家族、商業3個戰場上面，一個人喺最亂嘅時候仲可以睇得清、下得準手，呢個是香港老一輩商界人對真正犀利嘅定義。2026年上半年，何超瓊經歷咗騷擾威脅、家族病逝、資本清倉3件事打到嚟，冇一件事容易頂嘅，但佢撐過嚟咗，而且撐完打後還留低咗一套清晰嘅首尾佈局。法律禁制令砸死外部威脅，追思會維持家族凝聚力同體面，清倉將資本重心壓回自己最熟路嘅地盤。你覺得何超瓊呢次套現10.9億是防守定是進攻？呢筆錢到底會投去邊度？評論區嚟講下你嘅判斷。如果你仲想了解何家4房之間嘅真實角力，我哋下期繼續 cast。